梨花啊，唔应疼啊。哦，好。啊！小姐，袂好啊！梨花啊，你哪甲我会安尼啦？小姐，这就是即马上界流行的野生美啦。野生美？哦，小姐是食啥呢？食草。哦，来热啊！哦，梨花啊，小姐。梨花，啊你想出来啦？啊，小姐歹势啦，我手头落较重，小姐你着放互送，哈。小姐，你要穿倒一领？梨花，梨花，你感觉我穿倒一领较好看？你若穿一件衫，上好看。